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来，做伙！今日哦，咱是要来摕宝藏的。你有看过阮的节目无？啊，你感觉你有机会摕到宝藏无？好，加油哦！叫我小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上门神，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探险队长，小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有精神。啊，不过我最近的心情有淡薄感动。是安怎就感动的？我最近哦，伫这个神殿的所在哦，我看到一个哦艋舺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哦，就是哦，伊甲一个相爱的人哦，变成妖怪，去互妖怪掠去啊！好妖怪咧！互妖怪掠去啊！啊，不过哦，要找迄个人，迄个妖怪甲伊讲。你要提出你上有心的物件，那个你上喜的物件，会当去甲伊交换，甲这个变成妖怪你上爱的人交换转来。我感觉哦，伊这个勇气使我真感动。安尼我要借问小朋友，若是有一天你上喜的人去互妖怪掠去，你讲你要用一个你上喜的物件，你会用什么物件去甲伊交换转来？上喜的物件交换转来。鱼缸，鱼缸。为什么你会用鱼汤呢？因为我有另外机来鱼缸会当听，人会甲用快。哦，用一边的鱼缸甲伊交换，希望这件代志莫发生。对。你会用啥物甲伊交换？手指头啊，手指头。为什么用手指头啊？因为我还有9只。哦，你有高的。因为你够有高机就对啊。你真巧哦。我会用我的声音。声音甲伊交换。是安怎？你用声音甲伊交换，你就无法度讲话啊的。因为我会使用笔的。用笔的。哦。我用头毛。头毛。因为会使用鸡头毛。会当用鸡头毛。代志吼，希望拢莫发生伫大家的身躯边，爱情幸福，过每一天，对不对？就甲即摆同款，非常的幸福，因为小等的，您可能有机会会当摕到宝藏，即摆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他们上好的队，错啊！欢迎公。好，小朋友来。欢迎小朋友来到这哦。来个汉恁对倒位来啊？当门哦，当门是伫倒位？倒一个县市？桃园哦，来，徛一排，安尼，徛伫咧，徛安尼。我想要甲恁借问一下，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文昌帝君，伊甲我妈姊，我想要去甲拜访。你感觉我要传什么礼物互伊较好？水果。传果子哦。传果子会用的。啊，毋过文昌帝君，恁敢有去甲伊参拜过？有去拜拜过？有去庙宇拜拜过？啊，你敢知影文昌帝君通常你拜啥？官甲文有关的，写字啊、读册啊，啊是咱要去考试啊，对毋对？对。我是感觉讲，是毋送一下最近新的册互伊看，敢若嘛袂歹。袂歹。袂歹，这个礼物袂歹，感谢恁予我这个答案。安尼，我即摆就要来甲恁考验啊。好。来，第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叫阮的名，
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对咧，甲恁问一下，疫情的关系啊，前一阵仔是毋是有伫咧线顶上课？对，哦啊，恁感觉恁较介意伫咧线顶上课，还是去学校上课？都介意，锁定，拢介意，有人拢介意，有人去学校。去你是学校闽南，你是去倒位上课？学校学校上课，为什么你选学校？因为有同学耍，有通甲同学耍啊，对毋对？伫厝诶，就是甲电脑、甲厝内面爸爸妈妈安尼尔，对无？啊，天得咧，我介意山顶，线顶。哦，线顶哦，是安那会选线顶？因为会使偷算手机啊，啊，你即摆毋着讲出来啊？偷算手机啊，啊，即摆已经过啊，就对啊。哦，所以你有当时啊，迄电脑放在遮，你手机啊放在遮咧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抓包哦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第一关要开始啊哦，加油哦，注意安全。现大家来，较头前的哦。嘿，无对无对，来，来，加油，看准，看较准的哦。干宝，干宝，嘿，干宝，爱看机器哦，看迄屏挡哦。嘿，接应，录音，嘿，对。哎呦，你摕较底会较好神哦，摕较底较好神哦。嘿，镜头，镜对镜头，嘿。嘿，有啊，线顶，线顶，嘿，头先才讲着呢哦，线顶哦。好，有哦。网络，网络，无毋对，网络真水。喂，有啊，空气机，空气机对，真好哦。偏底，无新一只，我唔知影，唔知好，安尼去洗过。你足老实的，啊，紧洗过，伊啊，凊彩先甲迄个落啊，丢在地板，嘿，拢会用的，拢会用。这啥？啊，唔知你有拍死，来，你甲。啊，哎，有啊，软体，水啦，敏寒，赞，加油哦！哎呦，过头弄着，哎呦，险啊！天顶，无人机，啊，无人机，无人机，好。哎，看较准的，随身碟，水哦，敏寒讲了真标准哦，随身碟。哎呦，射棍，射棍，哎，记你看倒手比如讲哦。停车记录器，水哦，即摆有迄较安全，较知影讲行车的状况。网站，网站水，啊，这位。网站，喂，pass，好 pass，来，啊，这位，看，起来，玩你啊！哎，唔好困伊啦，来，天地，哎，过来，搁一杯，有无？来，钢枪水，好，时间到。第一题目，安怎念？平方，平方就平板，平板电脑。平方，哦。安尼会晓念嘛吼？即摆看有啊吼，咱搁做伙念一解。平方，好，啊，台路拼音迄啥？麦克。啊，你唔有当时啊，主持人来讲麦克。我唔知啊，我。嘿啊，即摆就知影，对啊，安怎？对无？咱即摆就会晓啊，大家拢会晓啊。啊，目睭看啥？关，无看低。低嘿，即句甲学起来真好用。啊，目睭看悬，无看低，敢知影啥意思？唔知。就是讲这个人比较较现实啦。伊敢若看伊要爱的，看水的，啊，拢无你共无看低的迄种，你感觉？看近的。对，意思共款，看悬无看低，看近你无看远，其实拢爱看。安尼了解无？好，来看卖，恁拢总对着哦，1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袂歹哦，一个金箍箍哦。所以来第二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
耍牌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哦，我即马想要请问咱所有的探险队员，恁敢有去好哇，是毋是？毋是夏威夷，好哇到哈无？有哦，有去过夏威夷无？好哇到哈，啊是去倒位？准源，准源。哦，准元准元农场。哦，兄弟，你敢有去过好我教学？有啊，什么所在？红毛城，啊个有淡水老街，红毛城，啊个淡水老街，啊个有三韩博物馆。哦，伫北里遐啦。啊，即马要正式开始比赛，要开始，哦，加油哦！即马出题目，题目是啥物咧？为第一到第六，恁爱对台湾的上北排到南，安尼真清楚哦。来，好，加油，赢大家！好，开始，好像成功。咱先讲，你们先讲。因这边上北的，上北的汤七汤豆瓜甲甲一条鸡，哦，甲一条鸡。就老的哦，鸭子头的。玩赢。这边，这是台北，哦，你台北。所在。展览馆，哦，展览馆，安尼。排第一，哦，恁排第一。开始动作。啊，我排第第几？你刚刚迄边有，哦，恁排第二。排第几？好，先排落。豆瓜排第二，好。啊，继续你。好啦，继续听来，继续听伊讲。那个伫咧小琉球，坐坐船的所在。哦，第六。咱这边倒位上南。你听一片的高瑶。来，海山。甲讲一个，你连讲一个。啊，搁有无？你刚刚迄边有即个海参咧摆咧倒位？除了海参，搁有啥？有机场，搁有船。第五。哦，你爱讲。咱这边，甲因讲。苗栗有草鱼哦。大家讲出来哦，你要讲第几个？第四，好来遮。讲好。哎，恁第四是啥物啊？小哥讲一下啊。有一间庙足大间的。哦，有一间庙足大间的。妈祖庙。好，时间到。煞。哎，听起来有淡薄仔小寡乱，啊，毋过听起来应该是无啥问题。啊，到底对着几题？恁材料有准无？现来。咱东门上好咧的朋友是无？是。请问一下，南港恁敢有去过？无。哦，是有。安尼，你来讲者，若是南港，你要形容互对方听。展览馆。啊，通啊坐捷运，是毋是？有。啊是拿线的。拿线。那讲到这应该就差不多差不多啊。啊。这就是爱住台北的人。住台大北，家知啊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上北边哦。嗯。来看卖，这是啥？倒位？安怎讲？头先讲了袂歹。对。汤七有豆瓜。豆瓜。一条足老的鸡。嘿，一条鸡，足老鸡。侪人介意去遐佚佗。嘿，对，佚佗。袂歹。袂歹，真好哦。你嘛是安尼听出来对毋对？豆干应该都差不多啊啦。差不多啊。这个所在是倒？大出产啥物？草草鱼，敢有去遐捌过？无，应该有啊，伫咧做细汉，做细汉的时阵。红牙的时阵。红牙的时阵。无遐细汉。哦，佮往南哦，这个所在是倒位？阮
婚礼官，对，婚林关。婚姻官，官，啊，头先讲到婚林，甲倒位，嘉义，嘉义，就是迄个灌溉，嗯，哦，就遐过一个桥，就是得到啊，就到啊嘿对，过一个桥就嘉义，对，嗯对吧？过过一个桥一个就是婚婚礼，林。对，对，嘿，隔壁是新港，新港奉天宫，啊，这是咱的北港交天宫，真好真好。好，北港所在是倒位？香港，也高雄，嘿，高雄。高雄，啊，遐有啥？有足济海因为外海嘛，海海产哦，外海，还有船，海海产，船，啊，还有一个机场啊，哦对，对吧？小港机场对小不对？港机场，刷落来是啥？港，东港，捌捌去？东港，东港就捌去啊？东港，恁敢知影即个所在？即个所在头先有讲了真好，是坐啥物？坐船要去倒位？小琉球，对，小琉球。而且东港通啊食啥？哦，蚵仔葱，嘿，啊，还有因迄樱花虾，对，樱花虾嘛真有名。好，来看觅啊，恁拢总对6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水哦，2个金箍箍啊，上尾关，继续甲摕落来好毋好？好，准备接招，现来个！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节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节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嘛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东门的小朋友，我甲恁请教一下，若明仔载我要去你东门佚佗，恁会介绍倒位？空庙，孔庙。听讲你是毋是有参与过咱孔子公的生日？有啊，迄敢爱做啥物仪式啊？啥物代志？跳舞，做真济动作，哦，真济动啊，搁作。有爱换衫，我有看因穿过来，哦，你有去看伊跳舞吼？孔子公看得着。快表演。哎哟，啊，孔子公当时生日，是毋是9月28？因为那个不是他真正的，我们是真正的生日，哦真的哦啊，毋过是仪式迄天是办伫迄天，敢是？嗯。哦，安尼9月28，咱下小少来去看下孔子做伙公生日。去拜拜。好，即马要出题目啊！哦来，看觅题目是啥？看清楚，请讲出有我甲来即个字的词。现来个，来，来心，好，我外口，外口好，我你多讲，外口，你怪伊甲你讲，你讲啥？好，来来宾，内面好，来来啥？水，我外面，外面的外面外面啊，外面好，来来口，来口好，我外人，外人水哦，来来来离啊，来离啊，来你啊，哦来你啊，好好好，来来，唔对，来啊我给娃娃，给娃娃好，给娃娃给娃娃，来来来山，来山小姑娘，来我外海啊，外海，外海哦，会使外海啊，我外衣，我外衣，外衣外套，外衣外套，对啦，我比甲安尼，你讲看无哦？外衣是我比较外套想，歹啊，对外套。啊，还有啥？外妈，外妈，啊外公，外有啦，外孙，好了，真济啊，啊来咧，国内，啊国内，来，行啊来行人，哦，行啊来行就来，出来行。哦，13题半金箍箍，换来，好，准备好啊！哦，第一步就是讲出对应的食物。嘿，哦，第一个就是液体，哦液体，牛奶拿
水，哦啊，第二个是固体，蚵仔煎啊、臭豆腐，哦，拢会用的吼，想起来甲食有关的哦。好，食的哦。好，开始啊，咸那个液体、水、固体、巴掌、液体、小仙草。对啊，伊烧的时阵是液体啊。固体、乳白、液体、汽水、汽水、固体，蚵仔煎、啊，真是哦，液体、液体、牛奶。牛奶、啊，固体、大米、大米丝、液体，冬瓜茶。哇，安尼有啊，固体、来豆花、豆花、好，我差不多安尼。液体、液体。液体、汽水捌讲啊。汽水讲过啊，水嘛讲啊水嘛讲过啊，水嘛讲过啊，茶嘛讲啊冬瓜茶讲啊，啊好啦好啦，我讲真济啊啦。啊，扣啦，好啦，我就讲过汽水啊。你的以外的水准我袂使搁讲同款的。杏仁茶好啦啊，，哦，杏仁茶哦。哦，对，好好好，两题拢赢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三个金箍箍，三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现来。哦，三届的机会，第一个金箍箍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意见无啥共款，恁敢是做伙来的？你是一组的是无？好，你想要选当要选？啊，其他的人拢想要要选选九号，安尼你是要先选伊，还是先选伊？第二次再说这个，第二次再用。第二届才选一啦，名天地啦，天地巴肚以后啊，伊讲紧选的。好，九号啊，好九号先啊，好手甲放起，手甲放起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选了九号，宝藏到底内面的车起落。哇！这准，我都甲你讲嘛哦，颁奖，我哪这准啊？哎呦，欢喜甲！这是上新上好耍、上趣味的倒椅，对，这个倒伊无共款，嘿这个数学真好。数学真好。对啊，这个豆爷名叫做数理美姜。数理美姜哦，真正今仔日恁表现得真好。啊，后摆佫继续讲台语，啊，继续来摕宝藏，好唔好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迎公